中华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老师平安。嗯，为什么个中华嘞？你看我的阿伯啊，咱即个是一个著有名的医生哦，伊足侪个足侪代的拢伫中华即个所在吼，所以这是因兜吼，大家约看觅啊。顶礼拜有来的人应该约会着吼。啊，老师的阿伯这万人诶，足侪人诶吼。顶礼拜诶礼拜日，后礼拜日伫迄个基督会伫台南，安尼全国诶哦，听讲逐个所在拢有台北啊、台中、高雄即类诶吼。咱想拢足侪人做伙来为台湾来求平安安尼。会啊，今仔老师吼，虽然是无啥有声，但是嘛是做拍拼要来甲咱讲即个故事哦，所以逐个观众朋友爱听到最后，而且爱起一个赞吼。今仔要来讲无想要趁钱的医生哦，伊骑铁马去共看看病，人拢坐车对无？啊，伊骑铁马，伊讲毋通黑白开钱，一个足欠的医生吼。因为因的爸爸嘛是做有名的，然后咱顶礼拜有讲着。所以伊是哦，第四世吼，第四代，第四代啦，即个嗯，台北第四代，因老爸叫做大卫嘛，大家拢吼，叫台北，伊是的名干脆就从我改叫做大毕，大臂，安尼较伊袂读毋着，伊话就改伊写做毕，你吼，台湾话读也是台北，你用国语是，读也是台北，哦，也是大对，毕啦，大毕台嘿，北。即个大臂医生真特别哦，伊是毋那是伫台湾吼，伊进前吼有伫中国迄边吼，伊嘛是有伫遐即个做医生，嘿，咱安尼讲着，咱台北914年出世，伊出世，伊是台湾囡仔啦，伊是台湾出世的台湾嘿，囡仔，中华囡仔，嘿，彰化囡仔对。伊出世是，的时吼，甲别个囡仔共款，有那是汤车骹，走去吼，看布袋戏，伊是。着讲台湾话，袂晓讲英语，英语嗯，是伊大汉以后才学的，这厉害哦！英国人所以是台袂晓湾囡仔。讲英语哦，人看伊的面感觉，你这哪会袂晓讲英语哦？伊17岁是要转去英国读册，毋过转去因老爸无钱通好读医学啊，所以就是，先入去教会，教会甲派伊去医学院，读嗯，做医学的宣教师，所以是专攻脑神经的神经医学，医学，伊得着博士的学位，这厉害的哦，是属伫英国宣道会的医师。伊伫是，中华有41栋啦，毋过伊伫大陆就是泉州，有有12栋久。哦，是，所以迄阵伊去伫泉州，伊诶，伫泉州伊伫泉州一届就是倒转去，因老爸已经退休啊，倒转去厝，哦，倒转去厝伊有放假就是休困当我转去，转去的时阵因为有一个查某囡仔叫高仁爱，伊有是生来迄阵已经伫外口已经毕业，哦，是，伫外口有开业咧做医生已经2栋啊。伊真哦，欢喜讲拄着哇，有一个对台湾转去的，伊着写批，因为迄路抑阁真远啦，较早无人咧，介少人咧用电话，拢嘛是嗯，写批，伊着写批来问讲，台湾的情形，啊是，问以后，咱台边的，伊着写一张足长的批互伊，伊着嗯，真感动，赶紧走来拜访，就走来哦，因兜拜访就安尼熟悉的啦。即是，个个人来即个女士即个女宣教师是安怎伊会遐尼介意台湾？因嗯，为伊的阿姨杜雪芬是伫是，中英女中咧做老师啦。哦，哦，伊的因的阿哥啦，佮嗯，捌伫彰化病院服务一冬，
最后是因阿姨伫遮有24天，因阿姨就定定甲伊讲台湾的情形，中英女中迄阵也真趣味啦，迄阵教学生囡仔代志，伊就足孝顺，足欢喜，足介意，拄着咱台北当然足欢喜啊，两个人足紧就结婚啊，嘿，因为结婚伊有申请讲要来遮要来做长老会申请讲伊要做宣教师，结婚以后两个人就相带，就去福建的泉州开设病医院开设医院是长老教会伫遐创设的第一间，就是咱即摆讲闽南闽南地区的第一间西医啊。闽南要注意闽南地区无包括台湾，因为台湾毋是闽南，台湾就是台湾啦。咱即摆人出侪人甲台湾当作闽南对对啊，拢讲恁是闽南人。毋是啦，毋是啦，咱台湾人，台湾就是讲祖先啦台湾话就是台湾话啦，闽南语就是闽南语。闽南语是无共。伊伫遐你看，伊伫为说病医的时阵。当然就伫遐做，1947年结婚以后9月，差不多秋天的时就去啦，就去伫遐。伊直到就是1949迄阵，因为有共产党甲国民党两个人伫遐相战嘛。相战，结果。因着赢因着赢就一直拍入来，对北平就少啦，就入去到泉州。所以伊入去泉州的是伊甲所有的外国人拢甲赶出去，所以1951年正月就互人赶出来。赶出来，两个就转去英国啊。转去英国，拄好台湾的彰化病院真需要人，就家请来彰化病院。安尼伊来中华以后，无偌久伊就做院长，就一直服务40天超过，40天半。是。伊伫1953年的时做中华的第9任的院长。是。伊做院长的时阵，一面是做医生一面就是英文老师，因为伊伫英国的朋友有写批甲伊讲恁台湾来留学的学生啊。讲出用讲的啦，真好啊，真优秀啊！毋过英文足歹，英文歹啊！毋知你讲啥？所以伊就伫伊的病院内底讲，逐个人拢爱来做礼拜，做礼拜伊做礼拜时间就用英文，就教英文，佮用英文来讲话来对答，要训练恁的英文就对啊。老人要分段要头闪的味去佚佗，伊就对后壁迄手甲摸来讲，咱来做礼拜好毋好？咱来教会做，咱来看圣经是一个真关心社会的人主路加福音第4章18节。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伊用油互我传福音互双阳人。伊有找我甲受掠的人讲，恁会得到头棒；甲青迷的人讲，恁会得到高光。来头棒受压制的人，就是讲受压制的人，就拢要甲头棒。头棒就讲青迷会当去看见，摆开会当行路，就是安尼。善良人、双阳来，有哪有福音来传互伊？对，双向的人无个双向，来去互掠去的人会当得到福棒。所以就有帮写，其实就是伊不是咧强调的一寡问题啦，就讲爱关心双阳人，爱传播好消息，爱就讲，其实顶悬我写灵敏、温柔、谦卑、吞忍，即款的心伫人内底是真重要。是，对，就是伊写的
医疗宣告，医疗，来还有好来好消息，消息，反赞善关乡诶，心山乡人，来继续还个教英文，吼，教着教人一寡，因为足济代志拢需要教。咱是人拢爱教医学诶方面，是爱。即是，讲话方面，做人方面，拢嘛对，爱。所以伊有捌得到第6届诶医疗奉献哦，奖，奉献，伊应该得到诶奖应该真济啦。真济哦，因为李登辉做总统诶时有颁有几款诶是，奖。对，1980年诶时，伊任彰化病院第一。对，迄阵开始的，就是18当退休。嗯，是，伊彰化基督教病要院互伊退休退金，休金。当日就是讲伊诶同事啊，佮有捐钱要互伊养老啊，等于嘿，因国通个养老，伊因为伊拢拒绝拢无收拢无爱。钱，是，伊讲感谢上帝啦，互伊呢翁仔某会当入台湾来服役，这是伊上大诶欢喜甲感谢啦。是，甚至董事会互因200万诶退休金，伊全部拢捐出来，因为那是空手转去就对啊。是，就想诶有一摆耶稣伊做工吼，规工无食饭，来因诶学生就问伊讲，为虾米老师你拢无食饭？伊就讲我有食，学生就感觉讲，你去倒食吼？伊就讲做上帝诶工就是我诶饭吼，所以伊就是甲上帝诶工当做伊每一工诶饭安尼咧食吼，毋是要趁钱诶哦。所以所以甲因爸爸共款嘿，咱台北两个拢读做台北。拢摕做台北嘿，是，以信用因爸爸行动来甲咱讲，啥物叫做爱台湾？是就是疼台湾诶人吼，伊无疼台湾。嘿，听讲伊是骑即个铁马去甲人看土马对。病，即个包我拢无换过吼，嘿，不是用迄个，所以有人甲留咧做纪念，讲哦，迄台车嘛是留咧做纪念。来做纪念，对吼，一个做疼小米做欠诶人吼，有听讲因囝咧，也是孙仔吼，你讲伊进前伫告别式，有人要送伊迄大诶花圈吼，迄个物件是伊甲伊讲，毋通安尼，阮爸爸伫天顶看会甲你讲毋通黑白开钱安尼哦，是一个。伊个囝拢知影诶吼，所以伊转去到退休对无？退休搁转去到英国诶时吼，搁一直笑脸台湾诶人吼，搁甲因兜写一个中文字哦，伫英国诶兜哦，是，就是伊记啊，2010年3月，因为伊上老啊，90几岁啊，所以有足济功能拢已经无好。伊就安尼有时会安尼念嘛，安尼念写成现在英国诶医护，英国人听无啊，听无讲伊说念抓准伊是黑白念。黑白脸，但是伊咧念因大汉囝会晓听台语，伊拢讲台语啦。是，咱台北医生咧讲诶就是台语，伊一直讲一句中国讲话就讲，伊少年台湾，少年伊过比伊较早一步过身诶，伊诶妻子就是因某，少年伊诶太太，少年台湾遮个朋友，过来最后一句最后一句就是讲，爱照顾艰苦人，爱照顾松容人，伊不是拢会记得安尼。拢叫人开一个病院，是要照顾善用人，毋是用盈利来做伊诶目的不是咧强调诶。到3月初2，伊伫伦敦离开。伊诶太太个人来是伫1993年11月14，有那伫英国过身，所以伊是因太太73岁，毋过咱台北伊96岁。是。
一个真无简单诶医生，伊诶一生毋是为着要趁钱哦，而且伊阁是英国诶博士，应该会当趁足侪钱吼。伊阁得着足侪诶奖吼，人话甲伊伊嘛有做过基督教联合会吼，联合诶总干事吼，而且阁有台湾吼美国基金会一个社会服务吼社会成就奖安尼，所以到最后一口气拢袂记哩要交代爱传福音互善乡诶人。我较早医生逐个拢是讲台湾话啊，是，吼，对，因为迄阵还袂有，也袂有中国人啦，中国人也袂入来台湾，所以逐个拢讲台湾话。对，所以是台湾话做练转诶哦，医生安尼，即阮做者外国诶传教士吼，外国人伫台湾吼讲台湾话嘛是哦，比咱讲啊，比我讲啊搁较好啊吼，所以台湾人逐个爱拍拼吼，努力，中华诶朋友，今仔嘛真欢喜吼，做一摆甲恁讲即个故事。嘛，真少量中华朋友吼，希望伫中华，会当搁较侪人吼，明白上帝吼是足疼咱台湾，足疼中华，足疼每一个所在诶人吼。嘛，多谢老师今仔日虽然感冒，过来甲咱讲即个故事吼。嘛，真欢喜，观众朋友爱会记家己支持一个赞哦。后礼拜同一个时间。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澳洲2:10，做伙来讲故事。你若有知影啥物好诶故事、好人诶故事，你嘛会当写来甲阮分享。希望阮即个节目会当祝福搁较侪人吼，因会当去明白上帝听。即个节目是台湾台南新教会林老师同泰国诶启蒙福音会吼。虽然已经搬来澳洲这样，但是是为泰国开始做的吼。愿上帝赐福你，多谢老师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